大家平安出头天，我是讲推。咱见摆拢讲到优古列，总是袂真讲到伊上出名迄本册《史蒂黑亚》。史蒂黑亚即字学伫翻译，若硬要翻译，检采就是号做初学。伊的特色是为公理来演绎定理，迄理路明。后世数学家亲像牛顿，拢有甲迄推论的手路捡起来做看样。亲像美国古早一个总统阿布朗林肯，伊少年伫做辩护士，就是即本初学早条条，不时摕出来读，阁读到3更半暝，毋知通困。所以伊讲话有条有断，人学得论驳伊。即部初学拢总有13本，头前6本拢在讲牛地学，后壁有牛地代数、数论等等的主题。比如讲，顶摆讲迄素数的业无限，就是第9本的第20条命题。总是希腊时代也无现代代数的系统，算数的法度拢都用牛地学的概念来解说，亲像数目拢画做线窄，马通交分啊，就讲做通用马来磅啊。所以人若讲到优古列，就大声想到牛地学。即边要来讲这优古列的电动仔，就是甲牛地学的数题变做电动仔来移。头前这拢是伫小解鸟鼠安怎读，为即关开始才是头一题。这事实是初学头一本的头一条命题，用线窄A、B 做底，要成一个正三角形。这简单，用 A 做心 ，A、B 做半径，画圆 A； 用 B 做心 ，B、A 做半径，画圆 B。两个圆三角的所在叫伊切，画线窄 A 切甲 B 切。安尼就是要爱的正三角形。阁有一个美角伫咧，两个圆三角的所在毋拿一位，另外一位叫伊类，连 A 类甲 B 类所得嘛是正三角形。若做即项会摕到较悬的分数。第2关讲正一个60度的角，迄正三角形的角就是60度，所以即款有关就是画一个正三角形。同款通找到第2个解答。第3关要将线窄 A、B 的两边分线，这是头一本的第10个命题，用 A 做心 ，A、B 做径，画圆 A； 用 B 做心 ，B、A 做径，画圆 B。两个圆三角的所在连一条线，所得就是 A、B 的两边分线。安尼，这电动仔就送你一个新的假施，试落就通将线窄的两边分线。总是这个假施用一摆，就算做3步的代志，就是画两个圆和一条线，总共3步。这拢总100外关。有诶简单，有诶困难，你家己去移。咱今仔日讲到这，若有意见请留话，咱后回线顶再相会。